嘛是去拍照镜，继续看到南投县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一寡民众拢会来遮行搭，耍手持高山啊，抑佫有碰瓷，互因惯势含人小济食物件。另外，佫会冲去桌顶抢人的棒，害游客行到半小时。台大实验林管理处讲会较接巡逻，嘛呼吁大家唔通乌白饲野生动物食物件，才袂欢喜到因艰苦到你。 高山啊做大王，坐伫石头顶的食物件，食完感觉也袂饱，就去甲游客抢。短短5秒抢到一地棒，刷落，佮走登去石头顶的继续食。游客拄到高山啊抢劫，一直讲足恐怖的。太快了吧，好恐怖、哦！南投县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定有民众摕物件饲野生动物，造成动物抢食物的问题愈来愈严重。 野生就是属于它能够自己生活去偷食啥物物件，因为那是野生。进前有人可能有人甲喂食啊啥的，家饲习惯安尼。物件哄抢无要紧，若是人受伤，代志就大条啊！看到高山啊甲碰瓷愈来愈大胆，台大实验纳管处呼吁游客爱注意。比如说猕猴、松鼠等等，不要来喂食这些野生动物因为如果没有喂食，就不会有抢食的这个情形。提防动物抢劫的重点就是食物，莫互因看到。若是有野生动物活来，嘛莫去甲人，离因较远咧，才会当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